请收看咱的新闻。立法院会今三读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增加4天国定假日劳动节变作全国放假，上紧今年就施行。高雄前镇南仔溪高铁捷运等所在中道路跳电，台电公司这高港的变压电所呢，伫咧最新系统线路各样才会跳电呢。新教宗是今年69岁美国的初期主教普瑞佛斯特名号是64世，会当分清中国和台湾的差别，外界拢正面看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验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立法院会在今仔日三读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增加4+1的国定假日。这4天呢是这教师节10月25光复，也有12月25行宪纪念日，也有一天呢就是过年进前的28暝。那讲到这5月7日劳动节，即嘛是改做全国放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制定通过。立法院长韩国瑜一日公落去，确定全国同胞放假日期增加。立法院会初九经过表决，三读通过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将5日劳动节改做全国放假，国定假日新增加28暝。9月28教师节，10月25台湾共和国金门古宁头大节纪念日。12月25行宪纪念日顶4天，伫街路上访问民众，有人是真欢喜，也有烦恼，但是做袂完，也过嘛是着处理。太突然了，太突然。对，从天而降5天假期，很棒。这是两面啦，就是一面会觉得好像假变多了，但是你事情做不完，还是自己要找时间处理这样。因为高中生有人感觉讲应该放更加侪假，也有人认为讲加放假并无解决这劳工工时相长的问题。放假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深究的是更深的劳权问题，而不是只有放假而已。我觉得放5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每个月都要放5天才对。表决决定，在野党立委也先假和民众固执废官伤过操劳，民进党是靠说国民党乱定假日求罢免。因为10年来一直要求政府行7天国定假日的劳工团体，是对投下赞成票立委表达感谢。不过也指出，新增加4+1国定假日，比红减掉的7天，敢若讨回一半加1天。台湾劳工工时太长的问题，我们政府始终没有来做解决，就应该透过法案的方式来让劳工真的可以增加休息。现行纪念日甲节日实施办法，经由修法提升法律位阶，变做条例，民众多数是感觉欢喜。工商协进会讲理解社会期待，不过会对产业带来挑战，呼吁政府建议配套做法。另外，工总是讲会加强产业自动化升级，增加更加做这个 AI 智慧化系统。大家要多休假就多休假嘛，产业自己要去想办法生存下去嘛。三读条文也明定，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实施日期对总统公布日实行，全国民众尽可能下半年会使加放3天的假，包含9月28教师节、10月25光复节，也有12月25的行宪纪念日。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行政院所提出的4100亿特别条例，这南北立法院党团呢，因拢提出因的版本，按算和行政院版本伫咧经济委员会做回来审查。这其中呢，上界大的差别就是南北两党支持普发现金，国民党是讲爱发1万块，也那民众党是讲发6000。南北两党呢，也甲这国土安全论成1500亿预算，和拨保护台电1000亿的预算抬掉。也那这国民党反改严反废死两个公道提案，经过调野协商，暂时无被处理。立法院准备象征完爱心献给在场每一位委员。行政院长施政报告总质询结束，立法院初九开始处理法案。主战地方原地锁定国民党团提出的反戒严、反废死两项公投，甲国定休困日等等的议案。不过，民进党团透早就以大量登记发言来阻挡。昨天的朝野协商，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韩国瑜的协商就只是过水，案子都是蓝白定的，怎么可能
让民进党有偷藏我们要的议案的可能呢？请各党团干部到议场后面主席休息室进行沟通。经过早起朝野党团协商了后，今日表决国民党团提出的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也让行政院昨日公布的4100亿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提出的版本是增加普发现金1万块，而且甲拨补台电1000亿，甲国土润成1500亿的预算抬调，总规模缩减做3900亿。也让民众党团的版本是变1416亿，要普发现金6000块，甲投入劳健保，而且甲拨补台电、修理旧厝、高教人才培育、无人机采购案等等的预算抬调。也让国民党团两个公投案，因为无达到5月24日中选会公告的上尾期限，协商了后暂时无处理。民进党自从掌握政权了以后，对于过去所推动的公投民主的想法，退步了非常的多。我们秉持着人民是头家，而且要让人民当家这样子的理念，交付公民投票。现在国难当头，大家一起共赴国难，好好的照顾我们的民生，而且还有我们企业啊，现在嗷嗷待哺，尤其现在汇率突然上涨了将近10%，我们现在要赶快的来处理所有的这些因应的问题。营养关税特别条例，那边两党的版本都已经顺利复位，按算会甲行政院的版本，伫经济委员会并案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检调，当咧查这罢免联署造假案件，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成奉受压禁见，那是由这立委林派祥去接这主委，也因为拿赢地方党部去互检调抄，甚至有风声讲要抄这国民党的党中央，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讲是执政党想要消灭在野党。另外，在今仔日这罢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团体有送34000多份第2阶段联署书去到选委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颁发派任书，立委林派祥接基隆市党部的主委，因为前主委吴国成涉嫌伪造联署书去互受压禁见。林派祥虽然面临被罢免，不过也是把这个任务担起来。有关伪造罢免联署书的风波，那赢台南市党部有11个人去互起诉，有风声讲检调嘛要搜查国民党中央，朱立伦是大力反击。绊倒国民党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这就是一个独裁者的行径。赖清德对外只会跪，对内呢就不断的杀，不断的砍，这就是今天的独裁者赖清德。先把党务的作业先把它搞清楚，然后再来去设定所谓对不只是对国民党，也对基隆最好的这些几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再来决定说罢免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基隆市党部敢会继续推动罢免立赢立委的行动？林派祥讲会先听内部意见再决定。也让新北市罢免拿赢立委第2阶段的人数继续上行。罢免罗明才，新店有未来。一箱一箱的联署书摆伫选委会门口，罢免拿赢立委罗明才团体送交34076份第2阶段的联署书，达成率是115%。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前面34000多份的联署书，它代表的是32年来新店的居民希望着改变，搞全面性的罢免，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恶霸。我不同意罢免，我不同意罢免，不同意，不同意。罗明才哪唱哪跳，呼吁选民投不同意罢免。也让罢免团体强调讲会继续收件。希望所来这40天会当达成130%安全的目标，进入第3阶段的罢免投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教宗诞生啊，这新的教宗是今年69岁美国的初期主教普瑞佛斯特，伊名号是良14世，也是头一个美国籍的教宗。新教宗也已经对外发表演说，祈祷所有人拢平安。崔伯汉7点半，今年69岁，在美国芝加哥出世的书记主教普瑞佛斯特，第一遍出现在圣伯多禄大殿的中央阳台顶。伊当选成为普世教会第267任教宗，名号号做良14世。圣伯多禄广场10万人用歌声、祈祷加普阿声见证这个时刻。Fratelli, sorelle carissimi, questo è il primo saluto del Cristo risorto.Il buon pastore che ha dato la vita per il gregge di Dio. Anch'io vorrei che questo saluto di pace. 这项下昼，西斯汀教堂的言堂庆祝培根，表示书记主校监在私密会议内面选择新教宗，民众欢喜发声。
24岁，互人认为具备真侪高中必要的特质。2年前，迄当阵的高中方志各选伊做教廷主教部部长，负责推选后一代主教。伊也捌伫咧秘鲁做传教士几多年，是60美奖宗座委员会领导人。It was a huge surprise. We never expected an American to be elected Pope. I think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Latin American cardinals backed Prevost for Pope. Because remember, he had worked in Latin America both as a bishop and as a priest for 20 years or more. So I think the Latin American cardinals saw him as one of their own, not a gringo. 24岁第一遍发表会，伫全城甲全世界文告内面，讲基督行伫咧头前，世界需要夜光。感谢所有的司机兄弟选其做波多禄的继承人，并且向罗马的教会致上特别的问候，希望会让做伙成做一个传教的教会，一个搭建桥梁对话的教会，像这个矿场共款，永远甲双手展开，接纳所有的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有史以来头一位美国籍的教宗普瑞佛斯特，名号64世，讲到这量呢，就是代表坚定的精神。美国总统 Trump 接受访问时阵，伊就表示，讲这是美国公益。伫司机主教普瓦声迎接之下，新任教宗64世到希斯丁教堂内面一个人祈祷。美国籍的司机主教普瑞佛斯特当选第267任教宗，成为第一位美国出身的天主教领袖。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美国的荣耀，正期待甲教宗见面。What greater honor could there be? And we were a little bit surprised, very happy. It was just a great, absolutely great honor. 69岁普瑞佛斯特，1955年伫芝加哥出世，自细汉就做辅祭。1982年晋封神父，1985年去秘鲁，并且定期回去美国，伫咧伊的故乡担任长区的教父加修道院长。伊有秘鲁的国籍，当地人对伊的记忆诚深，认为伊是为关怀弱势族群，致力伫咧教会团结的牧者。伊捌伫秘鲁西北部做教堂的神父，加神学院的教师，时间有10年。伊所选用的“良”这个名号，是历任教宗内面使用次数第4最，代表着坚韧不拔的精神。Most importantly, it tells us that he is going to continue a tradition of Catholic popes not hunkering down, but instead going out to the world and listening to the world. It's no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Catholics are better, but it's to listen so that Catholics can bring their unique wisdom and their unique beliefs into the most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虽然伊伫咧秘鲁做总主教的期间，无法度片面的会甲教会内面的圣经的帖文牵涉到，因过伊的教区坚决否认伊捌参加暗暗的行为。这边参加秘密会议的司机主教内面，有80%是由方济各任命。普雷佛斯特的当选也被看作是延续方济各的改革路线。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新任教宗64世当选，教廷是台湾伫咧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总统赖清德呢就随指示驻守伫咧教廷的大使馆，转达祝贺消息，也伫咧社群平台用英语来铺文，期待台湾和教廷83年的邦谊进一步促进和平、正义也个团结。另外，赖总统今日亲身去到梵蒂冈出席这教宗的就职典礼里，外交部强调，精选由总统府来决定，当日和教廷直接。美国籍初期主教普瑞福斯特当选新任教宗，以64世做名号。教廷是咱国伫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指示驻教廷大使馆转贺电，嘛伫社群平台用英文发文，代表咱国政府人民表达诚恳的祝福，并强调期待台湾甲教廷83年的邦谊进一步促进和平、正义甲团结。各界伫关心赖总统今日亲身去梵蒂冈出席教宗的就职典礼里。自由总统的这个决定了，那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因素要考量。外交部的立场就是全力的这个配合，能够跟他们保持良好的这个互动。外交部讲，人选由总统府决定，当密切甲教廷伫接洽，进前才以特使身份出席已故教宗方济各丧礼的前副总统陈建仁是讲，希望教廷会当邀请赖总统、小副总统，也是外交部长林佳龙去管理。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呢，目前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公开言论，马上
教宗就要正式就职了。赖总统能不能去，这是个指标了。虽然说这个跟大陆改善关系也不是有那么高的优先次序。当要下前回台退休的驻教廷大使李世民讲，捌伫普瑞福斯特2023年进行初期主教的时阵，向伊致好互动。对方当时马上讲知影台湾，也真清楚民主台湾甲共产中国的分别，互李世民印象真深，相信未来台湾关系会有真好的发展。As the first North American Pope, Pope Leo XIV's leadership comes at an important time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for the world. Celebramos un momento histórico para el Perú y el mundo. 各国领袖拢加祝福，而且因为梁14世教宗当年拢伫秘鲁服务，有美国秘鲁双重国籍，即马接任南美洲内的方济各将为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新领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顶日有一个姓吴的越南移工，把这400万现金拼伫咧火车顶头，伊表示讲，这条钱有50万是共少的，其他的钱是伊趁钱欠落来。也因为这条钱真大条，警方怀疑金钱来源有问题，当咧调查，暂时要把这钱还互伊。是你丢的哦？我忘记啦，不是丢啦，是你丢的。强调400万不是垃圾，是袂记摕走。就像是失主的男子是家己做菜场的义工，考核上午正常上班，无愿意搁再讲搁较侪细节，代替史上刻着现金相关金额，警方等个厘清，敢有牵涉着非法地下汇兑等不法的情事，暂时无法度互伊甲钱领回去。移工在台湾地区不熟悉银行的汇兑流程，所以资金的往来借贷均以现金来处理，查证的时间会相对的不容易，有限，第二个很慢，第三个手续会很高。正常银行汇兑是会台币换成美金，那美金到当地再换成越南盾。初步将400万内面50万是男子所借来，其他金额是伊甲伊的小弟伫台湾工作真侪档所欠的钱。虽然伊甲警方表示，这是为着要行进前甲亲友借钱买越南厝的借款，警方无排除伊打算要用这条钱来买台湾的土地。只是帮助业者嘛讲，外籍人士要伫台湾买土地也是厝，拢需要入台湾籍，嘛互案情疑点真济。若是当时当甲执行伊，爱等警方调查无不法，有估搁爱一段时间。公司新闻王刘婷等hen坤林慧婷高雄家己报道。高雄有真侪所在，伫今仔中昼12点半拢跳电，着民众掉伫电梯内面。台电表示，讲是高港超高压变电所新设电缆加入系统作业跳加压的过程呢，因为这线路故障这害设备跳轨，详细原因还佫伫咧调查，也造成前镇南马溪南区高雄园区高铁高雄一位顶单位拢跳电。中段时阵，高雄捷运凤山国中站出入闸门无法度感应，连接电动的楼梯也停起来，民众只好用行落去，一寡设备暂时停机。车站设有备用电力，不影响列车行驶，但跳电的状况造成部分捷运车站设备短暂停机。高雄火车站也相关情况，站内电动楼梯拢停起来，维修厂商来检查，研判是台电电压向降落，电动楼梯启动安全的机制暂时停起来。手扶梯是坏掉吗？还是怎样？是都坏掉，只是知道它电梯都不会走了。三明区杨某一个大楼有3位民众掉伫电梯内底20分钟才有法度出来。第一站跳电状况出现伫初九中昼12点半左右。台电调查时，电线故障造成的，包含前镇南马溪科技产业园区，也有南区高雄园区也受到影响。初步统计，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有17间厂商受影响，南马溪是22间，甲财务重大财务损失。新设16万1000伏10号的汇流排联络电缆要加入系统作业。那在加压的过程中，因联络电缆故障，场内设备受影响跳脱。高铁高捷自来水甲其他大用户相关受害，台电系系列嘛要调查原因。只是西南风降沉影响南部真侪所在，天气真烧热。屏东山地门一度出现37.6度的悬温，这年来天气强劲后，用电量的欠悬，是毋是稳定供电也正最重要课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5双北世宗运5月17就要开幕啊！这世宗运这位火车到伫咧上山文创园区推出世宗运公园开博览会，这内面就医疗科技有运动体验，民众唔但会当大声来认捌各种运动，也会当欣赏到每一届世宗运的文物也有史料。
大声喊体育运动选手加油！愈大声，选手攻出去的球就会愈远，比赛就会愈精彩。挂手套甲 VR 目镜，亲像真正咧拍木星同款，对电脑内底对手直直出来甲争，互民众体验比赛的刺激。另外，也有体验拍篮球，看啥人会使伫上短的时间内投入上侪球。这个体验活动，拢是台北市政府推出的世壮运博览会展览活动。除了会当亲身体验以外，阁有头摆对海外耍来台湾的世壮运官方文件、甲历史文物参影片。上特别的是一张2005年加拿大报纸头版的相片，有出现台湾的会旗。特别呢，跟加拿大的这个世壮运的总会有商请来把过往的这些世壮运的文物都邀请到台湾来。那这边展出呢，有包括以前的火炬，还有以前的这个奖牌。因为是世界壮年运动会，参加运动的选手年岁较大，所以展览区内底也有设置的智慧健康体验园区，结合 AI 技术甲智慧医疗设备，有电脑化的中医诊码，参看喙齿诊断健康状况。世壮运的选手会使透过智慧系统提供的数据资料，了解家己的健康。有阻塞，放支架，或是有什么那个来做推测，那也可以推测说，你的这个血管的年龄是如何。好，那我们针对这2项重点来针对，让那个选手来做一些体验。2025年双北世壮运5月17就要开幕，台北市政府伫上山文创园区举办世壮运博览会，予民众参观，内容对运动体验到医疗科技拢有，鼓励台湾民众来参观。除了参与世壮运，也希望时到会当做伙来替国内外的选手加油。记者柯永哲台北报道。讲到这外送平台 Uber Eats 头一届公开外送员薪水的调查报告，讲这外送员平均1点钟的薪水是270块。不过，几落的外送平台工会拢批评讲，拢无把这等待时间算入去成本内面，也还要讲到要制定外送产业专法来确保外送员的权利。他说看到没有管你几秒的，看到就是开。临时停车提餐饮都叫人开罚单，外送员真无奈，一个不用机车等开销，拢是做外送工作爱负担的成本加风险。外送平台 Uber Eats 头一届公开一份外送员薪资的调查报告，讲外送员的平均时薪是270块，引起议论。就是烫奖的话会比较多啊，如果因为烫奖的话，像好像1个礼拜会有1000吧，满10趟的话，司机要充多少？270，开玩笑，笑死人！单要充很多。废话。Uber Eats 这份报告除了显示平均时薪270块以外，收入前25%平均时薪是312块，后壁25%是224块，而且6成外送员是兼职。另外，我近4成外送员运用不同平台伫咧赚钱。即便连台北市都是不足最低时薪的，代表平台其实刻意用这种高抽成、高奖金的方式来逼外送员要达到他希望达到的单数。持平来说，双北地区一定是有200块以上的，但是这个取决于就是你有跑到顶标才有办法。以目前来讲，大概平均双北的行情，大概这样跑下来，大概220上下。对这代志，外送平台工会批评这个调查甲工作的实况完全无符合，像讲无甲比勤时间、等的时间成本纳入计算，嘛呼吁爱制定外送产业专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记者卡号 Uber Eats 由委外公关代替回答，表示暂时无接受访问。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印度和巴基斯坦起冲突了后，就无停休啊。这印度总理莫迪除了宣布要设定边境的河水供应以外，还搁再召开着政府会议检视战备状态。印度搁再讲，对昨暗到今透早呢，这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伫咧西部边境发动真济届攻击，不过巴基斯坦全部拢否认。印巴两国伫南亚大陆各有协武久长年敌对的国家，最近发生20多年来上严重的互相攻击。这边暗车连续第2天，印度控诉克什米尔边境真侪军事基地，搁起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不过巴基斯坦随回应讲，印度是伫骗故事。It is such a fantastic and cooked up story. You can just laugh about it.
I'll ask few questions on this. The first question is, is the Indian government and the armed forces, are they living in 18th century or 21st century? Because in 21st century, every projectile leaves a digital trace and signature. 巴基斯坦强烈否认攻击，佮向 CNN 表示，到即卖因无向印度发射任何飞弹，也是派遣无人机进入印度领空。因只是沿印巴边境实际控制线，拿查75至80台印度战机，其中5台好拍落来，另外佮甲29台无人机拍落来。印度是讲因已经摧毁巴国拉合尔的防空系统。It has been reliably learned that an air defense system at Lahore has been neutralized. 目前，印度已经下令所有的现役军人暂停休假，取消去欧洲的印度总理莫迪，侧背嘛召开政府会议，检视备战的状态。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However, if there are military attacks on us,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it will be met with a very, very firm response. 虽然双方强要拍起来，不过巴基斯坦政府高层消息人士甲 CNN 讲，巴基斯坦目前当地为外交协商保留空间，并呼吁美国运用卫星对印度讲气候飞弹攻击进行查证。虽然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分别甲印巴两国通话，想要缓和局势。不过副总统范斯说讲，美国未卷入基本上甲美国无关系的战争。公司新闻翁子文编译。讲到这战争呢，这罗欧协商停战到哪是拢无进展。美国总统川普有讲到，考虑请中国来倒桥，而且川也向罗欧两个国家提出无条件停火，上好是停火30天。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咧会谈的时阵，讲到会坚定中国和罗西亚之间的战略合作。Mr. President, will you be asking China to help you close, the gap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I think so. Yeah, I think it's a natural thing to ask. 美国总统川普特别伫白宫办公室内底透露，对俄俄协商停战协议会考虑请中国到3天。另外，川普搁伫社群平台指示社群，向俄罗斯甲乌克兰提出毋望双方无条件同意停火30天，嘛希望双方拢会当尊重停火协议，若无美国会做进一步的制裁。而乌克兰同一天除了庆祝地战胜利80周年，国会搁通过4月底甲美国签的抗战协议，内容明确的表示，美国甲乌克兰共同设立的中建基金，头前10档所有收益会用伫乌克兰国内项目加基础设施的搁再投资。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近前捌宣布，为着庆祝地战胜利，为5月7日开始对乌克兰单方面停火3天，也乌克兰东部前线俄军有关一直受到攻击。Як говориться зараз за цих 6 годин, я бачу по стрімах, все одно піхота лізе. Пару якихось вибухів я чув. 7 годин 46 хвилин перемир'я, вже було 3 прильоти. Тож я 俄俄双方互相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俄罗斯讲，俄军违反协议488届，有2届想要冲破俄罗斯西部库斯克地区的边境。乌克兰外交部长是表示，俄军受到500多届攻击，苏美甲赫尔松地区拢有民众死伤。甲乌克兰无共，俄罗斯是伫7月举行庆祝地战胜利80天，伫莫斯科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领导人除了出席仪式，前一天车北甲普京会谈的时阵，明确表示，只要中俄坚持战略合作，任何力量都无法度阻挡世界多极化加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普京嘛承诺会伫9月去访问中国。公司新闻是董平一。美国总统川普车背宣布讲，达成和英国达成贸易协议，英国答应放零进口美国的产品，也会降低对美国关税。美国也同意讲，进口英国的轿车逐年10万只，适用10%的关税。伫咧前一天，有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了。美国总统川普吹背甲英国首相施凯尔环游通电话，最近宣布达成第一个贸易协议。川普讲，细节正伫咧确定，速度来几礼拜内面就会完成。严古医生讲，英国将会扩大对美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包括牛肉、乙醇等产品。The UK will reduce or eliminate numerous non-tariff barriers that unfairly discriminated against American products, but this is now turning out, I think, really to be a great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because it'll be
really great for the UK also. So they're opening up the country. Their country is a little closed, and we appreciate that. 川普甲史凯尔拢讲，这是历史性的协议。不过，这份协议依然保留美国对英国进口产品扣10%的关税条款。英国是同期加关税自5.1%降到1.8%，并且提供更加侪美国商品的进口管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讲，英国将会宣布卖100亿美金的波音客机。 英国为劳斯莱斯飞机引领和波音公司，美国同意引领甲飞机零件免扣关税。史凯尔讲会赶紧实施这款措施。It will remove tariffs on British steel and aluminium, reducing them to zero. It will provide vital assurances for our life sciences sector, so important to our economy, and grant unprecedented market access for British farmers. Without compromising our high standards. 专家认为，英国会当成做第一个达成协议的国家，主要是因为美国对英国目标是少数顺差的国家。史凯尔政府一直希望英国伫咧脱口了后，甲美国、中国一个欧盟会当建立新的贸易关系，也莫伤偏倒一边。 We're still in a highly uncertain economic situation. While it is beneficial to secure this kind of narrow deal with the US, there's still going to be wider effects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US volatility that will affect the UK just like they'll affect many countries. 因为美国甲中国将会伫咧随时日内化针对关税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贝特森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将会先互经济降温，才有可能有进展。公司新闻张伟林、吴kỳ昌编译。 美国和英国达成贸易协商了后呢，即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北京发表谈话的时阵，有讲到美国本地是有晶片市场的地位，讲到若准来扣关税，即晶片产业就袂离开美国，而且搁再讲到大部分拢是走到台湾。就产业分析师指出讲，即半导体关税初期可能袂伤低，会用产地当作是扣税基础，目的就是要帮助这半导体产业赶紧登到美国生产。 美国总统川普伫宣布英美达成贸易协定的记者会，搁再讲到晶片产业，讲这是几任总统的错误决策，造成晶片产业风头提走，大部分转来到台湾。That's fine. If you want to move it to Taiwan, that's good. But if you want to sell back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going to put a 50% or 100% tariff on. They would have never left. But we had people sitting here that didn't understand that, and it's too bad. But now they're coming back because I'm saying it. I'm saying it about 40 years too late. 谈话也被解读为川普的半导体关税可能落在这个区间。经济部长葛志辉初九下晡出席2025年升级会年会，对新关税冲击，伊呼吁产业界布局全球，卖以台湾市场为目标，让台湾的科技应该美国互相来补充。我们跟美国的科技是完全互补的。 所以，美国在未来，它要让美国的制造业更加伟大。我个人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没有台湾是不行。供应链以大带小，带领台商在全球开拓版图。 今日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欣要伫车站率团访问美国，出席伫华府主办的产业美国投资高峰会。代表团包含5大新来产业，会甲美国企业甲工协会交流。另外，对着半导体关税，依然也未完全明朗，产业界也密切观察市场的半年需求情况。我们现在比较担忧的是全世界对 uncertainty 不确定而造成资本市场的影响，造成 consumer confidence 的影响，这个比较不可控。 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要小心观察。美国呢急于将整个这个半导体相关重要的供应链拉回到美国来制造，预计晶片关税的一个课征，它的一个税额一定不会是偏低的。 专家分析，半导体关税影响业者的布局，转移产地投资美国是早晚的问题。也台股伫初九是开关行关，外资连续买6天，加权指数中长期371点，收伫20985点。不过分析师观察，成交量无大，市场原伫看。回市部分大票变大5角，收伫30块3角08，底线就伫3厘头。不过5月到即阵升达幅度5.6%，依然是亚洲货币内底上悬的。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到真侪行业，主要外销美国渔民又开始伫咧烦恼，讲本地免扣关税赔乌好，目前是先防扣10%关税，也搁伫咧等待这谈判结果。在去3个主要掠这龟头岛，也就是赔乌好一个产区的渔会呢，都去到立法院，希望会当增加国内的销售量。将优点搬去到立法院，一块一块培乌好指甲酥酥脆脆，互大家现场食到好滋味。咱的培乌好要销去美国原地零关税，目前是暂时爱扣10%的关税，目前也搁咧等待最后谈判结果。民进党的立委伫咧立法院举办推广会，希望大家来甲渔民斗3工。庄瑞雄委员昨天就打电话给我说，立法院吵架归吵架，但是渔民的生活啊，渔民的收入非常重要。那这个立委做伙来支持台湾的培乌好，因为培乌好是这届关税谈判内底受到上大冲击的海鱼啊。一年产量5000吨，有70%是外销，销去美国的搁占内底70%这么多。台东新港渔会就指出，目前扣10%的关税，因为订单袂当当，也搁咧继续外销当中。也毋过关税若搁较悬，恐惊就无法度甲南美洲来竞争。如果10%以上，可能对渔民来讲就是一种很大的冲击，所以渔民非常担心这一点。为着要将部分产量转向内销，除了卖青的培乌好，三大渔会嘛积极咧辅导开发鱼酥等等的加工产品。不过全国渔会表示讲，要转做内销，数量嘛有限。所以我们的优先还是希望把关税谈好，当然要谈好，市场所有关税要让它回到正常。农业部表示，必须要拍拼分散外销市场，嘛要协助渔民摕到国际海洋委员会更较高级的认证，才会当拓展伫咧欧洲、日本、韩国等等其他市场。叫做 MSC 的认证，因为透过这个认证我们的这条鱼可以游到全世界每个国家。也那最近有对澳洲进口的猪肉，互人验出有来克多巴胺，虽然无超过标准，不过也是有小型低调的业者的烦恼讲，俗价进口的猪肉会去冲击到因的生理。针对这个代志，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咱国内禁止使用来克多巴胺，若是食国产猪肉，就唔免惊会食到。嘛希望透过加强产品的标示，让消费者会当家己选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参议院伫咧美国时间初八举行听证会，讨论安怎维持 AI 技术优势。会中也邀请科技界大人物来出席。就美国参议员问到讲，这中国输美国输偌济咧？超比执行长苏姿丰就警告讲，无上强的晶片，中国也是有真侪方法会当达成目标。而且会后也表示讲，然后中国对抗进度，台湾是真重要的角色。Who's winning? America or China? If the answer is America, how close is China to us? 美中科技战持续上演，美国时间初八，参议院听证会邀请微软总裁史密斯、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也有超微执行长苏姿丰等科技领袖出来座谈，伫讲美国安怎维持 AI 技术优势。进前，美国商务部宣布，川普政府计划撤销拜登政府进前对 AI 晶片的部分限制措施，业界马拢表示赞成。In chips today, we have the best AI accelerators in the world. I think China, although they have restrictions given their ability to u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one thing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all to remember is there are multiple ways to do things. Even if you don't have the best chips, you can get a lot done. 超微执行长苏姿丰示警，准讲中方无上强的晶片，也是会当完成真侪代志。而且目前全球 AI 正热，市场对技术的需求悬，若做美方技术无法度摕到。安尼中国的技术就会变做其他国家的选择之一，恐惊结果美方嘛无介意。I think from a semiconductor standpoint, the efforts that have been made to move manufacturing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positive. I think they are a start. There's a lot more that we can do. 苏姿丰嘛讲，美国有真侪盟友是真优秀的合作伙伴，嘛是全球供应链论胜的一员。根据平面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苏姿丰嘛伫会后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友伴，同时也是超微真重要的合作对象。另外，伫以后中国对抗速度的部分，台湾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鸿海、广达、英业达，他们就是属于人工智慧制造的重要的一环。人工智慧
伺服器组装的相关产业链，都因为 IC 制造人工智慧制造的兴起而受惠。全球关心 AI 产业链，台湾嘛渴望有好处。要消息指出，回台执行长黄仁勋伫要伫5月12日再来台湾，首要目的就是要展开甲台湾 AI 供应链的密集会晤，并出席电脑展主题演讲，要讲 AI 甲加速运算技术上新的突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母亲节的天气，讲到这黄酸雨的锋面渐渐接近台湾北部，气象署也要提醒民众天气开始变较无稳定。拜六礼拜锋面来到位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这雨有可能会落真大。另外拜六开始呢，吹这东北风，温度呢会平这几日降差不多10度左右。这天气要等到后礼拜2才变较稳定。5月第2个礼拜日，5月11就是母亲节，可能侪民众有打算要出门行搭。不过气象署提醒讲，因为受到黄酸雨锋面的影响，各地对拜5暗开始翻天，锋面接近台湾北边的海面。到拜六礼拜锋面入来，全台湾的雨水真高，嘛就要注意地延时的大水雨。在明天锋面影响，全台湾各地都会是降雨比较显著的状态，尤其是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那各地也都会是容易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并且在对流旺盛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会伴随雷击以及强阵风，尤其到了11号，锋面还是在持续影响台湾。气象署表示，水汽要到后礼拜2才会减少，主要是山区过道开落雨。另外，在气温的部分，拜六锋面通过，台湾受到北边高压的影响，会吹东北风，所以各地嘛会翻冷。但是以拜5各地高温30几度来讲，到拜六拍算会降10度。锋面移动到南边之后，台湾附近是转成偏东北风为主，因此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都会是有明显在转凉的天气形态。到了11号，高温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可能是只有22到24度，南部地区可能到26度左右而已。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礼拜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冷，亲像北部和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19至20度，也那中部是21度，所以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来踏衫。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人讲4月梦境好，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在咱生活当中有真侪甲这块相关的俗语。中华调治教中心特别邀请老师来向时代解说这块由来。时代详细听老师解说24这块的由来。台湾过去是农业社会，农民靠天吃饭，嘛顺应天气，照24这块来种植生活。亲像今年是大潮年，有轮回，照传统嫁出去的查某囝，就爱买猪脚面线当后头，帮爸母添岁数。这个大潮年有咧，较甘有咧买猪脚面线，互时大人食啦。5月讲烧满，互水烧干。安尼较做较有食，啊若全无落雨，咱做事人做无。古早流传落来24这块是对日头当时所研究出来功力，全世界拢通用。台湾人嘛有侪所在是参考这块来过日子。中华有日教中心邀请老师来向时代解说这块的历史由来。咱足侪人毋知影讲啥物叫高鸾年，其实甲咱立春有关系。咱有一年有双春，有一年就无春，无春迄年就叫高鸾年。时代人拢知影讲咱的节气安怎走，但是毋知节气安怎来吼。希望讲互因了解。讲老师讲话真趣味的，所以毋若是讲长辈吼，会是大人听甲足欢喜的吼，连阮的员工啊，足有收获的。日照中心表示，来遮的民众拢是65岁以上需要人照顾的时代。平常时除了安排运动课，嘛会请老师来上课，互时代激头脑。这个24这块的课，真挖进时代的生活经验，大家真有兴趣，拢听甲耳仔啪啪啪。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伫咧新竹有一位甲人做头毛的美发师徐美玲，甲朋友开讲的时阵，听到讲种草毋真趣味，就开始种啊。虽然讲种到大约4年时间，却意外种出一粒244公克，全台湾上界大粒的草莓。今年参加这台湾草莓比赛，搁再摕到第1名的好成绩。然后现在归零，好，归零之后我们放下来。
哇，24.2，甲草莓放在棚仔顶悬称重，全部的人拢行一条，一粒草莓竟然244公克重。徐美玲平常时的工课是电头门的美容师，经过朋友小解，开始种草莓。今年参加台湾草莓比赛，意外摕到第1名的好成绩。一般这么小的草莓开花到结果是1个月，所以我那一颗我照顾得非常好。有时候下雨天，我还会帮它撑个透明伞。当初跟每个人说我要去比赛的时候，他们都笑一下，他们都觉得很可笑。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你们就笑，然后我就继续种。提出让这粒草莓差不多11公分长、6公分悬，虽然讲冷冻过，重量有淡薄仔减少，也毋过看起来嘛是真大粒。徐美玲表示，虽然家己种草莓的经验才4年，但是透过这摆比赛，嘛互家己对种植充满自信。很开心，非常喜欢种草莓，因为我一个小家庭大概种100株，我就可以够我们全家人吃。老婆报名参加这个草莓大国比赛，我是比较不相信说他会得第1啦，结果看他一直长大，还真的。业余的还可以种的比专业的还要厉害，就觉得很了不起。但他每天其实也蛮辛苦的就是下班之后还要来巡这边的草莓园，看有没有什么状况。即马厝内人若是有闲，拢会来果子园斗3工。徐美玲讲，虽然种植是真辛苦，不过看到草莓豆豆大粒，就亲像照顾囡仔同款，感觉真好。记者朱文和新竹报道。讲到高雄基点的风车公园，特色就是风车造景。不过最近游客来到这，所发现讲这风车的风叶啊拢断了了，另外凉亭啊炸一个厝顶也无去啊，造景的条啊拢生生凹去，变甲真危险。干部局表示讲会赶紧来改善。来到基点的风车公园，规支好好的风车已经全部坐。原本这风车应该爱有3片枫叶啊，不过有几落支的叶啊拢已经断了了，甚至还有枫叶啊顶悬卡风吹。有外地游客专工要来看这7支造型特殊、佮兼具发电功能的风车，一看到这开卡欠手的模样，拢感觉真失望。既然标风车公园，应该也要有比较多一点的风车吧？那其实这些风车很多都坏掉了，都没有在动啊。最大那2个也坏掉了，也没有在动啊。风景有够歹，该改进啊！这属那个类似风景区嘛，风景区啊，伊会带动属有一个带动气温啊，拢无啊。这风车也把受损，唔那歹看，够安全的要求。公园内底够真侪设施拢害了了。议员这阵表示，包括入口厝的凉亭啊、厝挂，唔知当时都去互风吹无去，海边的栏杆破损，艺术造景的条啊有几落支生生凹去，拢会威胁游客安全。要求干部局爱紧改善。因为安全要先顾虑好，因为这我唔知当时乱起来，侧里的帮也唔知当时有人底下，它前面都是停车场。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个门面。因为它已经混凝土中性化以后，你要再重新补修它，不太可能，必须要重做新的。那个棚子也都吹走了，也就是因为就是混凝土跟那铁件它没办法结合，所以连锈蚀脱掉。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在重新规划。干部局表示，风车公园已经20多冬啊，因为海边咸水淹冻，会互阿妈头中性化变甲脆脆。有用到阿妈头的部分，会重新来评估规划；艺术造景的部分一定优产，若是有放弃的可能性，也会大心处理。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5月是百合花的开花季节，嘉义新港板头社区呢有一间古厝的头前亭，但是这个时阵拢会开真侪百合花，规片白色花海，佮再加上有代表在地庙红仔艺术品，请真侪人专工来到这翕相。古厝门口的亭种一片真水的百合花，真侪人拢会专工来到这翕相。已经要90岁，阿嬷讲，这是因阿兄十外当前互伊种的，就安尼愈种愈来愈侪。我伫阮厝吼，阮阿兄因种伫花骹，阿公看我要栽无，我讲好啊，甲我2知倒来栽啦。即么栽吼，咱豆豆刷，伊豆豆发较济嘛，咱豆豆刷迄无的安，才会遮规片。嘉义县新港的板头社区，伫1990年代是寺庙节念加子红仔宗教产业的发源地之一，所以到5月时阵，这个四界拢有花艺艺术品的社区，就搁有百合花来斗装它。也很开心，看到那些花就是开得很漂亮，就是代表说阿嬷有维持得很好。是讲咱咧有空位吼，
啊，煞倒啊栽安栽一个安，通啊看安尔啦，袂歹啦。啊，大家来都要甲翕相。伫门口订的百合花是阿嬷10外冬来辛苦照顾的成果。阿嬷讲有庄脚所在，阁有少年人要行入来，伊嘛真欢喜。顾遮的花就当作是运动，毋若替社区找到新的话题，嘛互家己的生活更加丰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大树无水寮北极点这标头前有一口100年的古井，水道水普及了后，这古井就封起来。最近北极点重新征收，新闻有指示讲，这标远甲这古井拍开，想要到封70多年啊，内面还阁有水，即卖也拍算讲要甲这古井活化运用。三个人合作将嵌伫古井顶悬的土角刷开，连伊会当看到这口井真正有深。无水寮北极点对去年开始征收中介，这口封70年的古井，最近伫地下讲的指示下重新拍开，大家拢无想到已经封这侪年啊，井底竟然阁有水。李长讲，古早遮叫无水寮，都是因为欠水。这口井大约有25米深，是水安甲水疗能力的主要用水来源。对地方来讲，真有纪念性。因为咱这个井啊顶悬要做一只灵。啊，一只灵的时阵吼，这水会当抽开，啊，对喷的水出来安尼，哦，会活化水起来呢。无水寮北极点以前是水疗甲水安两里里面做过出钱起的公厝，当地有一个真特殊的规定，就是要参加庙管委会的人，户口一定要登记伫这两里，才会当通过信徒资格认证。注意讲，两个里大约有1500户，目前已经有500户来登记信徒资格。代表信徒资格呢，就是爱识。咱的户口离咱水疗甲水安，啊每一个人，咱有2个信徒代表，拢总有45个人，所以讲选出90个信徒代表，才来选咱的理监事。有文书工作者表示，无水寮这个地号名上早出现伫地图是1727年，因此因推测这口井至少有100-200年的历史，是当地一个真重要的文化资产。后续会甲地方好好研究，甲古井做上大的活化运用。记者郭家朱教用高雄仓报道。福建话和台语真接近，因过是东南亚华人之间主要的沟通语言。不过受到这语言政策的影响，即马已经渐渐伫咧消失啦。伫咧马来西亚有一群少年人发起讲福建话运动，去到新马社区录音，搁再用台湾的台语罗马拼音系统建立家己的资料库。来看公司国际记者伫宾社报道。这是马来西亚槟城偏向漳州腔的福建话，伊甲台湾台语真相像，毋过结合马来语、英语甚至是泰语，体现多元文化独有的风貌。毋过，这款的语言当在快速消失。马来西亚出现的问题是，甲台湾拄到的这个问题是相像，伊就是受到这个中国汉民族主义的影响。因年台湾甲新加坡拢推行讲国语的运动，马来西亚嘛跟着安尼做，福建话就安尼为校园甲公共空间豆豆去用排除。所以新加坡就看到台湾伫做嘛，伊本抄咯，一抄，然后马来西亚看到新加坡做，马来西亚本抄咯，有当家的拢总是用法语来教，这是错的。你会看到一旦教育媒介一换咧，有当学生的语言的倾向，伊就换去啊。甲母语压落底变做方言，囡仔自然就无阁使用福建话。有的学生伫校园内底讲母语，甚至会去用发写、方记稿。大家可能觉得说，如果你是讲方言的话，那方言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粗鄙或粗俗的语言。老师发问，那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要以中文为主。那如果你以方言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可能会有被罚抄、被记过，会有罚钱这样的情况。由比邻福建话协会发起的讲福建话运动，用录音大量收集新马地区的福建话。因个甲人做过来，你都爱10支路啊，咪做又煎啊，恰，来放迄米路讲。而且使用台湾教育部开发的台湾台语罗马字拼音，甲所有的语音拍做是文字，建立家己的语言资料库。你连泉州音本来拍做，唔干那是厦门音，咱槟榔的这个圆啊，唔是啦，圆啊，本排出嘛。爬上的时候讲去倒落去，也去坐落来，坐安怎拍，厦门是无的嘛。台湾教育部改做了这个拼音方案，真好用，咱就起来用咯。
语言要活着，就必须出现在生活中。与其让父母教导，学校与政府更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为体育课等较简单的科目开始，用福建话来教学，改变教育政策，大大扩大福建话伫公共场所使用的空间。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马来西亚槟城报道。各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吉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27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天后金马马祖对21度到26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也祝福咱全台湾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盐新闻，我是嘉可，咱再会。